Fubo je rođen u kineskom gradu Xi'an u provinciji Shanxi. On je od veoma malih godina učio kinesku kaligrafiju. Pre 10 godina došao je u Peking i od tada se borio za svoj srećan život. Mnogi njegovi studenti su započeli bez ikakvog znanja, a sada postižu velike rezultate. Danas da se zajedno upoznamo sa Fuboom.书法是国粹，也是我想为之发扬光大的一项事业。我喜欢书法，也喜欢孩子啊！我想通过书法让孩子们了解，并且能够喜欢上我们传统文化。目前中考没有书法学科，但对于书写有要求，高考它有书法专业。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课外班，学习书法更要求你，静下心来，让自己的心态变得平和、稳定。在和傅老师一起创业的过程中呢，我觉得我们俩还是算比较默契的。在遇到矛盾的时候，两个人都还是能够冷静下来，坐下来彼此倾听，听取对方的意见。和傅老师在一起创业的时候呢，他能让我看到希望。和同学们相处呢，我觉得他更像，老师的同时也像一位朋友吧。他可以和孩子们一起聊历史、聊地理，是一位很好的领路人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吧，就是可以跟孩子们一起成长，陪伴孩子们从开始到困难，到方法，到收获，一点点探索出来。我觉得这个过程，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孩子们来说，都是一种磨砺，也是一种成长。我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生，让他们爱上书法，并且能够从中有些收获。我觉得傅老师是一个赏罚分明的老师，而且平时教学生的时候，他有的时候严格，如果学生犯一些错误，老师也会及时纠正。这个汉字，我觉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，它有篆书啊、隶书啊、行书啊、楷书啊、草书等等的字体，每一种字体都有自己的特点，特别美，特别喜欢。这个学习书法也能提高我的专注力。我学习的时候，比如说写数学的计算啊，它也需要专注，这样还会提高我的学习。那跟我们说说你的书法老师傅老师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？我觉得他是一个上课比较认真，因为平时给我们起字头啊、讲解这些，看这个里头上圈圈画画的都比较认真，但下课还比较幽默，跟我们老讲笑话什么的。首先一点，你能提高自己的身心吧，就能让你感觉很愉心，心里比较愉悦，没有什么负担。第二点呢，首先你可以从书法，然后呢就可以学到很多关于汉字的知识。我们书院从创办到现在，从最开始的只有2-3个人，到现在有200多个人。然后呢，就是有好多孩子从特别的天真活泼，到这个甚至说闹腾啊。就不愿意写字，不愿意静下心来去学一门技能，到后来呢，他主动去拿起笔，一写坚持几个小时这样去写，啊，这是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肯定。来北京这10多年呢，我这个体会最深的就是，当时我父亲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：挖一口井，不要在乎挖的井有多大，是看它挖的有多深。所以说呢，做好一件事情，就一定要把它坚持做下去，不要在意周边的人或者周边的事情影响到你。所以说一定要既然选择这件事情，就一定要把它坚持做下去，时间一定会给咱一个比较好的答案的。